後來鄉親也繼續來看中東的戰爭衝擊着國內的民生經濟。中油的董事長講，戰爭爆發以來到昨為止，中油已經吸收超過90.6億。針對這個議題，行政院特別在清明連假的期間開記者會來回應。專案融資撥補跟增資其實都有在討論，但目前還沒有一個定案下來，所以可能還要再經過一段時間，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評估。那還是一樣會持續，就是啞鈴最低價以及專案平穩的機制，這樣的一個方式繼續去做穩定物價的這方面的一個機制的運作。為着要減少到民生的衝擊，行政院嘛來宣布，這禮拜的油價無要調起，桶仔裝的瓦斯甲民生用的天然氣4月嘛未調起，若電價佇9月進前嘛攏未變動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